今日地標足見未來，青山公路葵涌段543號呢地標建築嘅落成，標誌住物業投資嘅新里程。香港經濟正臨轉型步向新嘅一頁，踏入更繁榮嘅初階。對潛在客戶實屬入市良機，對追求資金靈活運用嘅客戶而言，本項目所屬嘅工廈類型尤為理想，投資成本相對更低，間隔適中，而且租務客源廣闊，現金流穩健可期，綠色建築，自然交融，置身大自然，能夠俾人有一種心靈釋放嘅舒適感覺。面對每日繁忙嘅工作，都市人將大部分時間投放喺公司裏面。正因為如此，大廈設計將自然元素融入整體規劃，四季花草盛植，俾客人無論幾時都能夠沉浸喺豐盈綠意之中，感受自然之美。設計典範，匠心細節，從步入開闊寬敞嘅大堂開始，已可感受到每個角落嘅設計皆係匠心所運而生。陽光灑落喺大堂中嘅綠樹之上，自然氣息破土而生，搭配全落地玻璃大堂設計，增加室內採光之餘，亦都將室外景色延伸入內，風景一覽無餘，煥然自發綠意建築，以典雅園林為靈感。本項目將自然糅合到整體設計之中，成為社區中嘅綠洲，讓用戶喺呢一個煩囂城中仍可隨時呼吸到自然氣息。園景設計師按照建築佈局創造出獨有嘅現代工廈園林，綠樹成蔭，將自然靈感灌注到每個人嘅日常，升華品味質素。繁忙休閒，從容轉換，地理位置優越，位處10分鐘生活圈核心所在，離大窩口同埋葵興地鐵站僅需10幾分鐘，同時多條巴士線途經該處，前往荃灣或者係葵涌均可10幾分鐘內抵達。區內擁有成熟完善嘅配套設施，多個大型商場、消閒選擇或者係星級酒店皆近在咫尺。不論工作業務或者係消閒娛樂，邁步而行，即可以隨時切換狀態，從容生活，盡在掌握。